大家好，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，今日推介嘅就係恒進環球代理嘅王牌產品一和發酵鹿茸高麗參 Stick。呢個產品咧係好適合啲人哋手凍啦、腳凍啦、頭暈耳鳴啦、尿頻腎虛啦、腰酸背痛嘅朋友嘅。佢每支咧都係咁樣嘅，獨立包裝，打開就飲得噶啦，隨時隨地都可以補充營養，而且入邊發酵嘅新西蘭鹿茸嘅濃縮液含量達到50% 嘅，好容易被人體吸收添。佢又可以調理血氣啦、滋陰壯陽啦、補肝護腎、改善睡眠質素添。平時一盒嘅市場價係要650蚊嘅，今次我哋展期間咧特惠455蚊一盒啫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搶購啲咁正嘅產品啦！約定你哋 L01B 攤位見。恒進環球一和發酵鹿茸高麗 Stick 能夠有助調理氣血、滋陰壯陽、補肝護腎、改善睡眠，最適合手腳冰冷、頭暈耳鳴、尿頻腎虛、腰酸背痛嘅人。現市場價格650蚊一盒，健康博覽優惠價455蚊一盒。